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后面通过加起上诉，针对13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因为地动这华丽的木瓜溪有爆破放弃。台北主治病院这开刀房逼出护理师探病人把罪无意识的时阵，甲这病人乱摸乱翕相。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台南大学警法用台语甲 AI 机器人讲话，这 AI 会生成相对应的图片来教外国人讲台语，这效果是真好。来看花莲秀林乡的这个木瓜溪，这爆发因为地动放弃大概放1公里长。另外，当地这个徛街呢，因为这地动袂一直来，这徛街地基已经有的所在已经是放了了，民众是惊甲唔敢住。而且这地动了后呢，放落来石头，甲这木瓜溪塌掉咧，出现一个潭仔，唔知这个潭仔当时会放弃，呼吁民众呢唔通去到木瓜溪水尾活动。对空翕的画面，当看到沙边是规片拢放落，原本青色的边坡，即马变作桃色，和正正是强烈对比。这是花莲秀林乡文兰村木瓜溪边仔的爆花，对仁寿桥南边一路到丰庆山庄，拢有放山的情形。几啊间民家厝正挖放弃的所在，地基看起来要冲甲无啊！居民讲，逐工敢若困伫崖壁的边仔，无法度安心。哇啊，这个就直接贴在墙壁边了呢。好恐怖哦！实际去观察，有2号的地基是已经冲甲无去，随时拢有可能出落。在地居民除了有厝无法度转去，阁出现有宽宗无土地的状况。住户唔知影要笑还是要哭，讲只好看土地去天堂啊！不睡觉了，不敢睡觉。对对对。会不会希望说政府赶快帮你们？对对对，是希望。啊，这个已经接近你们的地基这边呢，哈。有权状是没有土地怎么办？就不见了。比较损害到的是大概是3户了，面积的话大概是长度是1公里多了。村长陈文才讲，伫大地动了，第一时间已经通报公所和县府，已经疏散上挖放山遐的3个住户。村大乡是今仔日时才有做生理，部分是工寮。离放山的所在50公尺内，差不多有5户嘛，拢抗因撤离。木瓜溪水头伫大地动过后，嘛结一个放山湖。林保署花莲分署嘛讲上新观测的结果，根据木瓜溪水尾水位来判断，放山湖的变化和之前无差介济。但为了安全，呼吁水尾的民众莫去河川活动。我们早上同仁回报木瓜溪下游的水位跟平常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还是要呼吁下游的民众不要到河床，就是河道上去做那个戏水。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溃坝，我们不知道。李碧水嘛进一步讲，当在评估当地电力和网络信号的状况，那会使来装 CCTV 的监视器，卖定期用空翕机，还是用卫星的影像，随时来监控放山湖变化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地动了后，一直有地动尾，互秀林乡一寡所在开始伫咧放山，加上今仔日落大雨，真有可能会出现水放山。早起就先甲和平村的民众撤离，也若这富社村10年后壁的山壁也有石仔连落来，居民也伫咧烦恼讲，敢会造成水放山咧。秀林乡公所表示，即摆若有发布大雨特报，就会强制甲居民撤离。我台北线的富士川10林厝到起伫个山骹，四空山大地动又甲真厉害。村民讲，迄时阵都听到后山有真大声的崩塌的声音，一时间迎蓬蓬，石头一直连落来，大家赶紧向下骹车路走过去。这几天地动尾真济，虽然讲无造成进一步灾情，毋过村民讲，即马真惊落大雨。就是怕造成土石流嘛，怕下雨而已。像现在从现在开始，怕说一直连续下雨、下大雨，那我们必须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它一旦那个飞机扩大之后，会往底下这边石头就往底下这边掉下来。二是尾仔秀林乡公所针对富士川甲中竹川各2林强制撤离。只要是大雨特报，好，我们就会强制所有的保全户，全乡的保全户都能够到收容站。已经提早强制全村撤离的是目前无法度到位的和平村，村长透过广播通知村民配合。为防止傍晚下豪大雨，请村民至和平国小收容安置。严密监控河线，抑阁有公路单位。目前台北线虽然讲是放行，毋过若雨量超过警戒单，随时做放起来拍算。下雨的话，当然会影响到一个边坡的稳定性啦。如果雨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状况，我们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路。
403强烈地动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园区内底怪兽咧进行边勘整治，已经送起土石一直向下骹连落来。边斯卡当步道入口已经封起，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已经为23开始暂停生态保护园区内底各项休闲活动，会先封到5月7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4月23半暝大地震造成花莲市区的富凯饭店，还有通水大楼起起。这富凯饭店就伫咧花莲的街仔顶，边仔拢是店家，却因为爱拆就爱求封锁线，害这店家是跋倒做生意。县政府也暗算讲，对今暗时要开始拆富凯饭店。花莲市区透早咧上大雨，不过沙石车和怪手继续伫起起的富凯大饭店头前搭平台，准备要作业。若顶一届到3工，拆除天王星大楼的大型剪断机，因为需要搁较长的机械手骨，才有摘掉拆较悬的楼层。透早搁咧等配件送过来。伊讲富凯大饭店搁需要2礼拜时间，才有法度总拆掉。若边仔店家员工是要紧要搬货，都惊有一寡食品要过期啊。花莲薯系列的，因为期限比较短，对，所以那个要赶快撤到我们另外一家总店，到期就那些食品就会浪费掉，这样很可惜。员工把铁门救起来，店内虽然有一寡物件落落来，不过灾情也无算严重。员工笑讲，因为地动尾实在太济了，已经累积经验，避免损失。比较高的产品都会把它先躺着，避免它地震的时候又再摔下来。因为之前第一次地震的时候，它就全部都摔下来，都破掉。地动了后2天，中山路的店家大部分拢关门撮好无咧卖，干那花莲唯一一间中华银行有咧营业，员工是赶紧采购洗牌，通知客户。加上金融他们都畅通，不是像说7你这家没有，可以去别家嘛，一样不行这样。富凯大饭店头前嘛搬一寡肉粽角，放伫店家头前做保护。当地里长表示，附近的店头啊，实在袂堪至关店2礼拜。即马员工游客搁少，实在唔知影日子是要安怎度。2个礼拜他们可能受不了。哎呀，当然受不了啊，太久了啦。这样地震就游客又少，没有进来啊。现在在附近的顾客也是要顾好啊。若是店家附近的传统市场嘛，变甲零零清清。讲是因为风度害生理减一半。若另外一栋起起的通水大楼，本地20时透早要开始拆除。不过包商表示，作业的平台也无够悬，都爱先塔土石，等机具送来，无定着要等到8日以后才会当动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这方面通过台湾今仔日出现强降雨，暗头啊雨水有较歇挂。气象署也针对13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也针对着云嘉南等5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包括着这苗栗等所在也拢出现着这大雨引起的灾情。气象署也预告讲，明仔载还有一阵方面接近，一直会落雨落到礼拜，天气是真无稳定的。每次风大要倒了。大雨当中，看到路边的大树倒落去，阻断交通。全台一直地动，搁拄到方面通过出现强降雨，苗栗万里一山路树倒去，警方到现场甲救灾人员伫大雨当中将树仔锯断刷开，恢复交通。苗栗大雷雨加做灾情，山区的泰安温泉区石头为山壁连落来，讲到附近一台修路车，好加载车来人无要紧。要路树倒落去，阻碍交通，公所派出小山鸟清除。毋但交通灾情，佫造成农损。后冬的芳瓜田、西瓜田饮水，农民讲雨大过急，瓜田拢淹去。下得很大，出来的时候已经那水已经蛮过那个香瓜，整个都蛮过去了。哦。所以看到了会很伤心。雨势真强，气象署佫针对云嘉南等5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佫针对家己的雨路局发布灾防预警，也有各自个另外一波后面接近依然会有一波的雨势。那未来1周的天气主要是受到锋面的影响，那偶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所以整体而言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气象署强调，甲拜日之北，落雨几率依然加悬，天气无稳定，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的主治病院有一名查甫护理师伫网络顶头野讲，这护理师伫开刀房内面会探病人麻醉无意识时阵，甲因偷翕赤身裸体相片，甚至伫因的身躯顶乱摸乱扫，佫会甲这相片放伫咧网络顶头。落尾警方去到护理师的宿舍敲，这位护理师也互依照妨害秘密等罪嫌移送法办，检方复审了后，因为无钱交保，该限制自己。为什么要抛网上？互警方送提检署面对媒体的问，为什么不逼康甲？为什么将病人私密的相片放去网络？查甫护理师无讲话，这台北主治病院护理师伫网络顶悬逼康，护理师伫开刀房内底探病人全身麻醉，疑似翕或者是卡，因的私密的所在，佮将来源无清楚的私密相片放伫网络。警方到病院宿舍查扣手机这证物，佮照妨害秘密等罪嫌就办。是你拍的吗？到地检署，记者继续问相片是毋是翕的，伊海头否认。根据了解，检警定性的时阵，伊无先前翕相片，也拒绝透露相片来源。复审了后，10万块交保候团，因为找不保，改做限制自己。我们也请新北市卫生局正在调查当中，那实际上的一个情况是如何？那还是要看调查结果，会涉及到泄露病人隐私的这个问题。不过整个事件还是要看调查结果。对这开刀房偷窃案件，卫福部长试水员感觉真含糊，用调专案勘察病人运输这问题，已经要求卫生局1礼拜来交报告。台北主治是表示，已经启动调查，调查相片来源、翕的动机，和确认相片是不是伫病院翕的。清醒的时候就要跟病人做充分的告知，那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以后，才能够在手术的期间做这样的一个照相的一个记录，脱离我们的 SOP 的一个常轨。那当然，如果是脱离，就是严重的违反医事伦理。后边个人认为，亲像会健保或者是保险公司电话，或者是做病历资料，拢爱得到病人同意将翕相片制作动犯，而且明显做别的用途，若无就是违反医疗伦理，也违反医疗法、护理人员法，甚至是刑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元旦，台17线台南北门路段有发生一桩食酒赛车的死亡车祸。迄当时是现役军人的圣诞上兵，食酒了后，在死的朋友去庙会，却失去控制，弄到护栏，造成3死1伤。这桩案件经过国民法官审理了后，改判刑3年6个月。轿车快速一直互咱各弄掉分过倒。去年元旦圣诞的上兵林宝利达了后，载死的朋友去参加台南庙会活动，结果车失去控制，造成共车朋友3死1伤。案件变作台南头一件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一个国民法官发现，弄甲密密麻麻的车其实是改装车。改装排气管，它的功能只有改装尾段的话是声音低鸣的声音。那如果你要造成它车速快的话，它要头段、中段、尾段，通通都要改过以后，它的车速才是过快，它的车速才是可以提升。为改装问题查清楚是毋是超速，国民法官提供无同的偏见角度。案件日是下晡宣判，圣诞的上兵迄个时阵是现役军人，个明伊知影啉酒赛车的后果，竟然去开车，造成3个家庭破碎，互人认定违反陆海空军刑法。虽然甲死者家属和解，佫无前科，也是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1年3个月，所有的和解条件都一样，那为什么到国民法官要审理之前的2个礼拜才达成和解？就是因为这个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呢没有做对被告这个有过多的有利的考量。圣诞的上兵案发了后4天，就互部队记过开除。下晡伫律师的陪伴出席庭审，死者家属拢无到场。虽然认为圣诞的上兵后悔也甲诚意无够，毋过考虑被告家庭经济状况，国民法官有一半同意本案判处刑期，希望被告服刑了后，也有转来社会可能，专案还佫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赛车驶船拢爱有驾照。来看这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有一名线上的记者，因为摕业者的钱，替因伪造营业用的驾照，被判刑9年2个月。伫笼仔内时阵呢，伊是搁再承认讲有协助9名台中港务警察摕到驾照。法院一审甲这线上的记者含一名姓李的港务警察判刑3年4个月含8个月。
香港局中部航务中心这线上的经济组任职期间办理游艇动力小船的营业项驾照核发工作，被查出因为收钱假造驾照服业者，被依照贪污罪判刑9年2个月就监。暗过后续阁有案发案，以承认收钱为高的警察摕到无实在驾照，台中地院一审分别判线上的经济组3年4个月，也个限定台中港警8个月徒刑。那他明知这个相关的人员并没有经过这个相关的规定，那可以取得驾照，他就以伪造相关的公务的方式核发予相关的这个不实的驾照。台中地院表示，法官认为县地港警用假造文书的方式摕到驾照，犯后佫无承认犯刑，所以判刑。另外8名港警因为认罪得到缓起诉，港警局甲台中港警总队佫一摆强调会加强对待法律要求，落实承办人员轮调，检讨各层级人员审核权限，并建立异常警示机制等，定期办理内部稽核，并配合检调相关调查。警察就是公务。就是执法人员道德标准要求会比一般百姓来得更严谨。同款由航警局核发商用驾照的日月潭游艇工会表示，不管自用商用驾照，考照进程都经过精密训练。老师上课之外，你还要题库你一定要去念的，你没有念的话，你没办法考得过，考不过。黄胜辉表示，专业考照、学科甲术科要经过过48点钟的训练，佮经过考试前摕到合格驾照，对船的航行才佮较有安全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北用伫各种领域创新对台湾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总统创新奖，2年举办一届。今年计共有251件报名，上尾选出3个得奖的团体组和2个得奖的个人组。今仔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来到现场，是因为捌伫咧台积电上班，目前也是这清华大学半导体研究学院院长的林本坚，今年以后得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到场，因为总统创新奖个人组得奖人之一是清大半导体研究学院院长林本坚。林本坚提出创新方法，带领台湾半导体依次世界领先。2021年推动清大参台积电等12间国内外公司合作，培育台湾半导体人才。那期许就是把我得到的奖金捐给清大，做培育人才之用。第二个期许也是跟培育人才有关系，把关者在经费的运用上给我过关，在那个设备的购买上给我过关，给我大楼的新建那个。半导体学院没有大楼是很痛苦的事情，人员的配用跟时间的急迫，这个5关能够帮我。接济公车的民众对这款看起来哪像纸的电子看板一定袂吹分，这种显示技术或做电子纸，只有换画面的时才需要用电较环保。全球9成的电子纸材料，拢来自台湾的元泰科技公司也得奖。全世界都在走低排放、降低耗能的显示器，那刚好我们的电子也蛮适合这样子的一些运用。台湾能够持续的获得国际的肯定，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创新以及凝聚力。在本届的得奖者中，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伙伴，不仅让世界看到了台湾，也让台湾参与了改变世界的行列。阁有台湾生技公司保水药业，甲创办者集资网站的泽氏公司，阁有推动台湾艺术设计教育创新的教堂创意公司创办人刘景明，拢有杰出的贡献。蔡英文表示，创新是国家进步的动力，希望总统创新奖通鼓励民间继续产业创新。记者郭林友凯台北报道。台南大学因过把研发机器人会晓参人用台语开讲，即马因搁再有新的研发咯，就是讲台语互 AI 机器人听，就会当随产生相对应的相片，互咱学习。研发团队也是这去到国外发表。教授也讲，这外国人用多样化的方式来学台语，效果是真紧，而且是真好的。公园内底足侪猫仔咧佚佗。对机器讲台语，无几秒钟，连面做出一张图送互你。无看唔到，这只不假厉害的机器人佮出现啊！本正敢来晓参人讲宝语做练习，即阵有新的功能，就是用 AI 生成影像，互人会当用看图的方式学台语，增加印象。
其实台大学开放予囡仔抢头香做体验，那先是搁增加因学习的动机。机器有英语、台语啊 AI， 这台机器人那在学校上课啊真好。你讲的时阵，佫会是袂认懂啊，有这种帮助是最好的啊，就是会当互阮这种学生的台语佫较好。教学的部分，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我拢会当导入安尼生成式 AI 影片的一个教学了，我相信囡仔应该是印象会佫较深刻。这是台大学三学合作成果，教授表示，咱参机器互动，伊自然就甲声音做运算。每条机器会用我本土的语句，也是图片做回应。机器人唔乃晓讲台语尔，英语买通。研发团队日前去香港、日本等国家发表，因讲外国人用安尼学习，敢若留3摆就晓讲台语的词类。发现说，不管是马来西亚的老师还是学生，还是日本当地的教授，因学台语拢学了真紧，这对咱台湾是一个优势。吼，咱会使把咱台湾这的文化，咱的母语推广到全世界，吼，全世界拢知影咱台语其实是一个真水的语言。目前这套系统爱连网络，研究团队暗算未来要直接伫机器内设 GPU， 互学生伫任何所在拢通使用。另外，伊嘛参出版社合作，互 AI 科技运用伫咧高年级的母语课程，提升学生学母语的意愿。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10年前，本地伫咧科学园区上班的陈万成翁仔某，因为找一只狗仔来到新德县的德北，也因为来到这个所在正介意客家庄头的气味，决心伫遮开一间册店。北部会当看到真济这长尾山羊，因着直接把这册店的花语名号做拿竹厨房，渐渐变做是在地特色。老厝外口保留过去平的模样，边仔搁一丛青蛙树。当初时，陈万成翁仔某为着找一只流浪狗，无意中来到这个传统的客家庄，对当地人文风景非常介意，决心来北部开一间册店。离开园区工作就是尝试各种的兴趣了。其实在探索到底，然后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我们都很喜欢看书了，所以这个空间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书房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空间整理一下，空间不大啊，就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开书店、办讲座、办活动可能更贴切了。头家讲，其实因嘛知影，伫遮开册店无办法赚大钱，毋过活托是因翁仔某拢真介意的代志，希望推广出去。开册店做的是家己的兴趣，对因来讲，这就是生活。其实当初我们预期的收入就不会差太多，它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收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跟我太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觉得。反正这是生活，我们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符合我们的个性，所以这样一路走了，都觉得还蛮顺畅。只是说这就是生活，然后问你说赚不赚钱，其实没有，但是就是觉得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模式，对。因翁仔某把伫册店隔壁开一间咖啡厅，互来到遮的人客会当哪看册、哪啉咖啡。在假日的时，佮定定举办文化活动。希望生活店北部用册芳加咖啡芳，继续写出人生精彩的故事。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参议院23通过一项法案，包括美金950亿对乌克兰、以色列抑个台湾的援助金，而且要求抖音国际版要含中国的保公司拆开。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国访问，暗算针对中国支持罗西亚军工业，也有南海问题，予中国压力。美国参议院2379票支持，18票反对，通过950亿美金的包裹法案，包括对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援助金。这项法案内容经过几个月讨论，顶礼拜六总算伫众议院通过，预定这个礼拜3总统拜登就会快速签署有效，会当汇钱予乌克兰。不过，这原来是美国今年底大选前最后一届核准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The foreign aid contained in this bi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legraphing America's refusal to cede the global stage to hostile powers.
这项包裹法案包括610亿美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260亿美金对以色列战时援助加加沙公民的人道救济金，同时也佫为印太地区提供80亿美金，用伫应付中国的威胁。其中包括互台湾甲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经费。所讲的外国军事用资，就是美国为了重要的合作伙伴保留安全援助补助经费，符合资格盟友会当透过补助款购买美国的防卫物品、服务，也佫有备份。另外，法案一定将靠亚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要求社群应用停止抖音国际版 TikTok， 用9个月时间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安尼无要禁止伫美国营运。This national security bil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Congress has passed in a very long time to protect America's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Western democracy. 国会早拄通过对中国相关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24开始有3天的中国访问行程，这是布林肯1年来第2届去中国。另外，时报分析，这届除了想要维持甲中美关系稳定，也伫真侪项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也甲中国最近伫南海地区的侵略性动作。不过，专家是讲，中美伫台海问题这个议题已经无共。两国沟通真歹有突破性的进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美国的大学生有真侪人伫咧填巴勒斯坦就发起抗议，这校园内面的气氛是真紧张，甚至有学校规起改做山顶上课，减少校园的冲突。另外，以色列的军队撤离加沙，有人伫咧病院外口发现枪啊，这内面上无有带300以上的遗体。美国大学学园内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规模渐渐升级，包含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等的学校，拢有大量学生响应抗议活动。相关伫哥伦比亚大学甲耶鲁大学的抗议活动中，互警方溺爱学生。有部分的教职人员决定协助学生继续进行抗议的行动。其中，哥伦比亚大学23紧急宣布讲，纽约主校区改做远距离课程，延长到春的学期。I'm honestly infuriated and frustrated and angry and mad about the recent events that are happening specifically in U.S. campuses and like for the last 7 months, obviously, in Gaza. Hate has no place in our city. We should not be seeing hate in our city. 学生伫哥伦比亚大学草坪举行的大平运动，因计划留到校方答应因的诉求为止。佮要求校方抵制所有和以色列有关系活动，结束整座灭绝。学生代表指出，当咧甲校方谈判，毋过拒绝讲谈判的细节。对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好家人，美国 NFL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头家克拉夫特不满学校乱吵吵，要求学校积极安打抗议甲冲突，若无可能的对相关的捐款来冻结。另外，以色列军队伫4月时撤出加沙的南部了后，加沙的民防人员伫汉尤尼斯的纳赛尔病院发现蒙阿波带300多具遗体，有一寡尸体脚甲手都互绑起来，有的亲像是防出血的款，而且大多数的尸体已经烂去。不过，以色列军方已经否认甲蒙阿波有关系。We have seen those reports, and the reports are incredibly troubling, and we're inquiring on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We call for independent, effective,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deaths. 联合国23对报道表示唔敢相信，指出讲可能牵连战争罪，呼吁国际爱赶紧调查。公司新闻新六倍编译。稳定极右派总统米雷伊有想要改善这财政的问题，伊就推动真侪省经费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把公立大学经费抬掉，煞来引起抗议。而三伫咧首都有57间公立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因着发起抗议活动，现场上报有10万人参加。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5月广场，23号市民北方来示威群众，客家10通通，就业交通袂顶袂当几点钟。这场57间公立大学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参加人有老师、学生、各校的毕业校友、工会甲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警方的统计指人数有10万人，不过主办单位讲有将近50万人。同款的抗议活动也伫全国其他都市出现。教师工会指总人数有将近8万人这么多。
Es importante para todos, democracia, que vivimos en democracia, defender la universidad pública, la educación pública sobre todo, y bueno, no hay recorte presupuestario, y bueno, creo que es algo que nos compete a todos y que es importante que estemos acá. 培养出5个诺贝尔奖得主，17位总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UBA 是免学费的高等学校学府，经费全部拢是政府预算，通膨到290%。每个月能源开销用5倍的速度增加的时阵，继续派总统米雷伊今年编列大学支出，则甲去年完全同款。学校因果若是无援助经费，3个月之内学校就做袂落去，全校38万的学生将面临大学中期危机。 riesgo es el riesgo de cierre. El ajuste fue el 70%. Imagínate que en la familia de cualquiera, si haces un ajuste así, tenés que cerrar. 米雷伊去年11月上台以来，讲是要将预算降至归零，大幅度减少对交通、燃料、能源的补贴。薪水阶级失去1/5的购买力，造成的公务员失业总人口产值比率已经达到60%。反对伊的街路示威是一波说一波无停过。米雷伊是伫社群媒体 X 质疑公立大学经费开销无落实。总统府发言人是讲，公教体系数十年来品质衰退，大学通过率一直落差。米雷伊自指各项2008年以来第一摆出现的季度预算盈余做例，经过各界唔通仰望政府会调整公共开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检察院今仔日约询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因为伊伫咧1989年做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时阵，互指控讲伊带上百名的这个顶部警察和霹雳小组，强制甲迄当时咧做乌名单的世大会总干事罗益世等人赶走。那因就伫咧质疑讲，这检察院提起35年前的旧案件，是伫咧政治对杀。 市长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个案子有点是政治追杀？因为隔了35年才突然说要调查，可不可以帮？在新北市府的市政会议结束，侯友宜9点半到监察院，替监委高永成、林碧荣来调查35当前的罗益世案接受约询。因为较早世大会总干事罗益世和台独联盟干部蔡正良做台独运动，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就做是乌名单禁止入境，但是两个人在1989年秘密返来台湾，声援地南洋。伊当阵做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侯友宜。 指控讲，带上百顶部警察和霹雳小组，而且拖出2个人押到桃园机场驱逐出境。我尊重监委的职权，显示过去是需要我们大家凝聚共识，不是制造更多的冲突跟对立。而面对监委，我都心中坦荡，我已经很清楚的跟监委说了。 很明白了。会谈差不多1点外钟结束，侯友宜强调讲，已经甲监委讲甲真清楚，新宝城唔惊鬼。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讲，用35当前的旧案约谈，是在政治对杀。当时侯友宜市长只是继承的远景，是执行命令，这真正是标准的东厂，标准的鹰犬，大家全民绝对不能够接受。 我们行政院呢也有很多案子呢，都在受到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我想没有所谓这个特别追杀的情况哈，我想这是过度解读。陈建仁认为讲应该尊重宪政机关的工作，监察院是发声明讲是接受民众真情，针对政策的决定和执法的过程在做调查，无任何政治考虑。讲是因为代志过真久，无可能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只是希望透过侯友宜的证言去进一步厘清来了解代志的真相，和政治对杀无关系。另外调查过程需要保密，让呼吁外界莫黑白药。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国台办今日宣布会采取这个措施，包含推动旅游在内两化交流。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讲，目前敢若看到因表态，无看到动作，希望中国就要正式宣布开放中国旅客来到台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马12岁讲乐见中国民众加去台湾看看的讲法了后，国台办日时刷来表明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化各领域交流，共同努力排除障碍，两岸交流合作就会迎来光明的前景。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过，国台办嘛讲，台湾无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湾交流，消除这个障碍，才会当互两岸旅游甲人员往来。随上疫情了后，南方陆委会去年8月就针对两岸观光旅游甲放令大陆籍人士来台湾商务交流进行相关的规划。尾也阁宣布3月开始开放旅游组团去中国，后续因为中国单方面启用 M503航路事件，南方嘛宣布6月禁止组团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在3、4、5都已经是人已经过去嘛，那6月后就是看他这个现在这段时间他善意的回应，很具体的回应啊，具体的回应就是他的这个自由行跟团客可不可以放他们过来？看过去10年，中国旅客来台湾状况，为两岸直航以来同年成长，上侪人是伫2015年，全年400多万人。后续因为政治因素，人数为2016年开始减少。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冲击，1月底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减慢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人数落到最低。旅行这一块呢，是卡在台湾的进团力，两岸政府在互信不足的情况之下，很难做到同步性。所以一定是你进一步，我进一步，来把这个僵局打开。旅游业者坦白讲，疫情了后，要拼国际观光客一旦来台湾，亲像疫情前遐济，一定都爱互两岸旅游国再往来。希望相关单位掌握这个机会，对业界5万观光问题有解决。陆委会敢若回应两岸观光相关议题，会伫这礼拜4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地动伤害花莲的观光业者也伫咧烦恼讲，真无简单度过疫情，即摆佫再碰到这灾后重建，因必须爱甲观光师头路，希望政府会当互因补贴，甲因的人才留落来。为4月初3，花莲7.2强烈地动了后，就宣布暂停休园维修的万象海洋公园。这2天因为一直地动，外壁佫有落来情形，前几天园区内设施才检修完，即马佫因为一直地动，爱佫检修，原定暂时休园维护到4月底，一定爱佫签言。受限，现在所有的工班都还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整个的开放的时间，我们会先以员工的安全还有游客的安全为优先。一切确定之后，会再正式对外开公布。旅宿业者拄到遮济地动，中建工作嘛拢喊停，有业者伫面册大文宣布，到6月底前拢会停业。工会预测，中建期损失超过20亿，因为连外交通也佫有变数，休热订房也无乐观，烦恼旅宿业恐惊会裁员解雇。工会希望政府放令主办教育训练做营运补贴，互业者度过这个中建期。从平日的住宿率4成，假日7成，降到现在1成以下，甚至非常多的旅宿业当天都是0间。好，那以初步来说，我们4月份到目前为止，饭店的营业损失就已经上看5亿元。观光学者讲，花莲是台湾的观光重点。去年花莲县政府国家东南亚业者协谈，欢迎来4座包机对飞直接送客来台。即马面临地动的变数，估计所来2-3个月来台湾的旅客可能也因为安尼暂停。一段时间，花莲的观光其实是不太容易恢复的，而且这种其实是花莲有事，全台有事。也就是说，其实对观光客来讲，他们不会只想到是局部花莲有地震，他看到的是全台湾产业的振兴这一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规划过程当中。那我们会提出最好的计划，来使得花莲的观光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产业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忙。行政院讲会调集相关单位，赶紧提出进行花莲观光方案。唔那旅宿业嘛爱照顾在地商店。观光学者是讲，伫中间告一段落了后，振兴的管理方案应该都爱详细评估，吸引旅客留伫花莲，避免干那带一暝对观光的帮助有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11月，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头一摆要伫咧台湾举办年会，有真侪外国学者拢会来到台湾交流，希望会当互咱的湿地保育有一寡刺激，互制度更加完善。一大阵乌面腊杯，一窟一窟的岩蚕，一大片的菱角蚕，这拢是湿地无共款的模样。湿地会当吸收碳气，对地球的降温真有帮助，正需要有计划保育。今年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头摆要甲年会办伫台湾，对咱来讲是一个难得的交流。国家公园署表示，目前台湾列管的湿地总共有58个，有在实行保育计划有34个，也佫有一部分需要甲民众沟通。希望透过国际上，大家拢真重视湿地，互台湾人知影湿地的重要性。
凭咱的保护利用计划，大部分应该有34处，即马拢已经在实施啊，那当然有一部分咱爱需要跟人民咱来沟通，那透过这个国际会议再举办，咱来宣导，可能对未来咱湿地的保育会更较有帮助啦。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亚洲主席表示，湿地有真侪种类，亲像南部有人伫湿地饲蚵仔、鱼仔，湿地清气的水源会当保障鱼产的品质，甲湿地保育好，对咱的渔业也有帮助。不过，伊也表示，咱即马伫环境教育顶悬需要更较拍拼，培养保育湿地意识。这环保意识是为这教育。即马足侪小朋友拢知影湿地足重要，但是大人即马实在是阮会使各侪足侪方法，教大家即马叫生态旅游啦吼。内政部表示，湿地保育法到今已经实行了10档，国家公园署这边会定期做检讨，也期待这个年会交流会当带来一寡刺激，通互国内湿地保育法更加完善。记者刘新武、林奕良台北报道。东部常常会去打到这限制山地条、歪亚兽，甚至是铁虎。东部团体也讲，这野生动物和这山地条结条伤，存活率是无够一成，因也呼吁市政府就要好好管制这寡垃圾。动保人员伫高雄内门树林发现一只有生的狗仔倒伫涂骹，伊的脚互山地条夹掉，袂顶袂动，甲狗仔救落山了后，隔天疑煞死亡。动保团体表示讲，真侪民众为着要保护田甲作物，会囥山地条。毋过野生动物若是互山地条夹掉，通常救回来存活无够一成。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脚其实已经被这个山猪吊扯的，整个都已经溃烂了。而且很严重，不管是流浪猫狗，或是台湾的野生动物，甚至是登山的人，它的这个伤害威胁都相当大，所以我们呼吁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十九迄天，动保人员除了救流浪的狗仔，现场阁发现有4支的山地条，动保人员甲规丛的树身锯落来，搬转去豆豆仔拆，嘛险险有人员踏入去陷阱。根据动保处的统计，为110年到今年3月，伫山区已经发现83支的铁虎。被做的山地条加42捆的金属锁啊！已在现场悬挂禁止使用兽夹的宣传布条，后续也将函请区公所协助向农民宣导禁用兽夹以及山猪吊。由于捕兽夹及山猪吊容易伤害犬猫及野生动物，因此私设使用兽夹或山猪吊都是违法行为。动保团体表示讲，这5天来上少有100多只野生动物因为山地条死亡。动保处即马伫现场用红色的布条提醒农民，莫用山地条，若无就会违反动物保护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咧台南生化的6分疗农场，伫遮有60只的铁鸡族群。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寡铁鸡受伤，有一寡是互偷死。台南市农业局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会找出凶手。爱鸟人士翕的相片顶悬有一只流浪狗，随时夹一只红冠水鸡，另外一张是铁鸡的脚减一支，甚至是翕到铁鸡食着毒死亡，尸体都伫咧正大的农场内面。代志发生的地点拢伫咧台南善化的6分寮农场，本地应该是生态丰富的乐园，即马煞变作是鸟仔的地角。农民为了驱鸟啦，所以把玉米粒浸泡在那农药里面，反正这不是它的对象，可能是斑鸠啊，其他鸟类。但是在那个过后，我原本一天可以至少到70-80只哦，在那个事件过后，我大概2-3个月连一只都找不到。bom包啊，呢？哦，你无要安怎？啊，伊即摆咧bom包伊也唔惊你啊。啊，但是想说要安怎？要安怎？啊，都互伊通啊，鸟鼠嘛是你吃啊，嘛无法度啊。较早啦，啊，你即摆唔敢，较无人啊，你咧保育咧，人啊，你用掠着咧。乌甲铁观察善化区6分寮农场，大约有几十只铁鸡族群，但真正嘛捌互人饲农药毒杀，中是伫要灭绝。今年是总算渐渐恢复到40只，但最近半冬来，阁发现6只铁鸡的尸体，送去特生中心来检验，查出农药就是因致死的主因。反倒讲因灭菌的危机阁要出现啊！当初不确定是不是中毒啦，但我是看它玉米田上有一些玉米嘛，所以我连鸟尸跟玉米粒都有送那个特生中心去做检验。他大概在11月底的时候有报告有出来，那确定是一些
大8、9种农药的中毒。我们的话，因为水质有中毒的情形，同样，所以我们有在稻谷里面有裹铁粉，裹铁粉的方式。那未来的话，是不是来研究看，玉米来裹一些外壳啊，避免鸟类去误食。爱鸟人士是呼吁相关单位应该亲像保护关电的菱角鸟同款，加选择优先种田，莫用农药来保护地基。农业局讲，过去长期伫山区的乡镇，选择莫用有毒的纸和保守叶仔，嘛且民众一定要守法，无有可能的涉及刑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高山山路有一段3公里的这个路段，定定跳电失电，这3年来就有24届。除了天灾，甚至是动物去挖到也失电，民众感觉真无方便，也希望讲这个所在赶紧甲电缆线做地下化。为了解暗民网，敢若剩台电供电车车顶是光的。另外一张是台电的维修人员伫大风大雨内面咧抢修，这是去年小犬风台来的时阵的状况。但是靠天灾的因素，高雄高山山路这个区地停跳电的状况是真接，3年加起来24摆。有的住户更因为收接停电，规气甲手电放伫随手会当摕到的所在。我们这一段那个比起其他段来讲，那个频率是比较多啦，因为像我们这边停电的时候，我们出去看的时候，那个其他的地方那个灯都还是亮着的。以前是常常啦，有时啊，迄电线嘛会出火啊。1年是8次，那一季3个月就会跳停电2次。议员讲停电的主因是当时不去当着设备故障，也是强风车去交到线路顶，和当地的缆线无落地关联是真大。居民旁边要设个电箱，他们都有反对，说必须要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才可以设置的。跟台电去会看到底要怎么做。本处辖区缆线地下化共76件，若需调整，需由需求方如市府提出电缆下地的申请，包含完成费用的缴纳。台电高雄区处讲，全市38区无停跳电特别明显的区，因为供电是透过气线来传输，有可能会下几个行政区。但是去年1月到10月，全市差不多有835件事故，已经比前年同期是减113件。主要是台电加强线路的优化，针对高山山路特定的路段会加强抢修，对已经有的设备来进行被复化，减少事故发生。若要地下化，嘛是需要市府相关单位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仁武交流道下骹的停车场，因为免收费，有20外台轿车长期停伫遐，造成环境垃圾。地方也烦恼讲，会变作是治安的死角，甚至是天高一个疫区。环保局已经来遮打黄单警告，车主即天来爱刷车，若无就甲车拖走。环保局人员巡视报废车辆，发现有的车头拢甲密密毛毛，有汽车无车牌，因着将黄单搭伫车顶，请车主赶紧甲车刷走。国道10号仁武交流道下骹这个停车场停袂少报废汽车，附近民众表示讲，遮无偌久就会有一批报废车辆停伫遮，上少有10几台。一般都是报废车跟那个车祸的车停在那边，停在那边贴公告的时间到他们就会拖走。1年下来10几台跑不掉。这个停车场原底规划要互附近民众停车，不过即马煞互废弃车辆占位，而且环境垃圾。地方惊讲，若是落大雨，敢会真做天高热的热区。环保局日前接到通报来稽查，算的有24台无牌汽车，其中12台已经报废，有的互环保局拖走，若是找无车主，就会打单。新环境脏乱啦，尤其这报废车为玻璃车，而且也破去。即阵佫在发生这登革热。现场若是佫有停靠废弃车辆，本局已经打公告通知单，限期7天刷走。环保局表示讲，已经打黄氏警告单的汽车，车主若无来处理，照规定7天过后就会把车拖走。目前警方已经先监视器，避免有人乌白停废汽车。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唱台语歌也是学台语的一种办法。中华台语文在创意园区举办台语歌教学表演的这个教唱，也要邀请到这乐团的这个团长来遮教课，招大家欢喜来唱歌学台语。学生对老师哪弹哪唱，
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为今年2月开始举办台语歌教唱表演，邀请乐团团长来教课，有人课上了趣味，佮招朋友同齐来唱歌。因为台语歌就是让生活化，想讲甲台语也蛮当推广落去，所以阮就唱歌就欢喜，就让介绍朋友做回来，佮好朋友，所以很开心。老师足够教的啊，慢慢啊，带阮要安怎讲，讲台语要安怎学。发音嘿。台湾早年的台语歌较幽文哀伤，互人认为是悲情的代表，嘛有一段被打压限制的历史。但是这阵台语歌的创作多元丰富，负责教课的陈建忠老师卖换无共风格歌曲，互民众哪唱哪学台语。大家对台语歌若是真有迄个热情啦，吼，大家来唱歌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人喜欢介意老歌，有人介意较流行的歌，系啊，所以即摆若是你尝试看看吼。不管你唱好唱歹，大家就做伙来唱歌，大家会当日常就已经有养成这款的习惯的时阵，我想咱的音乐就足自然伫咱的身边来开始。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设立台语文创意园区以来，一直推出各种台语活动，除了办展览、讲座，要侪课程，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使用这个空间，让台语愈传愈大拍尾。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第19世纪是台湾茶米外销的黄金时代，上界兴的时阵，台北大潮店捌有200外间的茶行，其中头一个甲乌龙茶卖到国际市场的人，就是大潮店的生理人李春生。老百人拢叫伊是台湾乌龙茶之父。今年是伊过身100周年，台北市立国乐团和民间的艺文公司就规划一出音乐剧，要来甲伊纪念。外乡虽然风景好，思念家乡一片心。头唱行布袋戏红啊，当日拜年大潮店头人李春生的故事。李春生1838年伫厦门出世，26岁来到台湾。后来1869年，伊甲乌龙茶卖去到美国，嘛拍开国际市场，所以人家叫做台湾乌龙茶之父。为着要让愈侪人了解伊的故事，台北市立国乐团和民间的艺文公司共同规划一出音乐剧的演出。李春生家族的第4代李福仁先生嘛来到现场，伊甲当年外省的茶票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是茶标，茶标变李春生，跟杜特一起命名佛茶乌龙。台湾第一次一个这个茶标叫到欧美的。李福仁分享讲，因为较早大家拢讲台湾话，为着要表现乌龙茶发音，互外国人了解，茶票的拼音才用2个 O 来表示。另外，音乐剧制作人表示，为着要呈现早前地上的艺文娱乐，所以音乐剧用侪南管布袋戏、汉诗吟唱等等来表现。样本南管即摆观众较无法度讲自头自尾拢去看南管，所以阮是用布袋戏来串场，安尼较互大家较深刻。咧听的过程当中吼，嘛会使听好听的音乐，来去了解李春生的故事。李春生会使讲是大潮店真重要的生理头人，今年算起来是伊过身100周年。为着要纪念伊，互大家知影伊的故事，台湾茶业之父李春生这出音乐剧4月28会伫台北中山堂演出，团队嘛帮大家做伙来看演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8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